第4个皈依的学处是吧？皈依的学处分3种因断之事3种因行之事三种等同指向3种因断之事。皈依佛之后，不能分离所谓轮回中的世间天神，即不宜将那些自己尚未摆脱轮回痛苦的外道贪尊，如自在田、遍入田等，以及地方神、土地神等世间大力鬼神作为护世的皈依处，并进行顶礼供养等。皈依法之后，因断除能害众生之事，即尽力精勤守护山门，连梦中也不宜做损害众生之事。皈依生之后，不宜以外道为友，即不能为不信仰佛教及导师佛陀的外道种姓共同交往。在藏地虽然没有真正的外道，那这里讲到的就是藏地，但是立马上师诋毁泄露正法以及诽谤密宗圣圣法门的人，也有外道相同，不能与之相处。3种因行之时，皈依佛之后，以佛宝的身相乃至零碎片段以上，也应恭敬供养，以头顶戴，方止以敬礼，对他升起真实佛法之想，升起信心与并观清净心。皈依法后，对只言片语乃至一字的佛经也应升起恭敬心，顶戴供养，升起真实法宝之想。皈依生后，对身宝所依乃至身衣上的红黄补丁以上，以升起真实身宝之想，恭敬供养，顶戴，止于净土，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第3种等同之想，对现在为自己开始趋势道理的上师善知识，应当升起真实佛法之想，而后甚至来上师的身也不见他，精勤诚实供养。对于殊胜上师所自在的任何教言，都以升起真正法宝之想，依教奉行，哪怕仅仅一言一句，也不能置之不理。对于上师的眷属和弟子，以及与自己共同吃饭进行的道友们，升起真正身宝之想，深古意恭敬一致，一刹那也不做令他们不欢喜之事。尤其是指密宗金刚乘中归敬的主尊是金刚上师，所以应当了知上师的身为深重，誉为妙法，亦为佛陀，即三宝总集之本体。上师的任何行为都应看作是善妙的，诚信不疑，精进一致，并且经常祈祷。假如自己三门的行为令上师升起厌烦心，就完全舍弃了一切皈依境。因此应当随时随地以坚定不移的毅力和决心，想方设法令上师欢喜。总而言之，无论苦厄、好坏、病痛、哀伤等等，唯有一心一意依赖上师三宝。如果幸福快乐，应当了知是三宝的宾理所致。如佛在经中说，指世间的安乐与善事，乃至于严暑酷日的习习微风封面以上，都是佛的宾理与加持。同样，自心升起一刹那的善分别念，也是佛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致。如入行论云：
由于无语暗夜中，刹那闪电即明亮，如是因佛威德力，世人暂能修福益。所以任何一个人平常都是会有一些，就是任何一个众生平常都是会有一些安乐的一些存在。那么这些来说的，就相当就是如果一个人很热的一个天气之中，只要就有一点点的风吹过来，就是得到一点点的那个安乐的这种感觉的时候，都可以知道这都是佛与菩萨的慈悲加持。佛菩萨对众生的慈悲是永远都是存在的，不舍一切众生。但是众生能可以感受到这些慈悲跟加持呢，就是也看自己众生自己的这种福报过去的因缘。但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些一切我们没有修心的情况下，这些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修心以后，就这些相当就是在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所讲的一样，众生在一个海岸当中，就是轮回的海岸当中，但是轮回的海岸当中什么都看不到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轮回是因为当初呢，就是因无明所产生的，所以就是它就是一个海岸一样的。那么在轮回中的众生呢，也是因无明产生的，所以也是没有智慧。所以就是相当就是一个盲人，没有眼睛的一个盲人放在一个海岸当中，那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一个黑腾腾的，什么感觉都没有，看不出来任何东西。但是就像就是海岸当中有的时候闪电一样，会就是亮亮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些众生呢，就是本身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盲人。如果不是完全的盲人的情况下，他是眼睛看得到，但是一个海岸当中，他跟盲人是同样的，就什么都看不到，对不对？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闪电的时候呢，就是盲人还是盲人看不到，但是有眼睛的那个人就会看得出来，这个一道光出来的时候，就是片竹的这个部位的所有的东西都会看得出来嘛。就像这样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众生本来就是有佛心的，本来就是有如来藏的，所以因暂时的烦恼跟业障遮住了我们的这个智慧的商验，但是因佛菩萨的加持跟慈悲，有的时候我们会醒过来。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想，今天一定要修行啊，我们今生一定要好好修行，这次我一定要做善事。看到有些善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这个很殊胜。这些是什么？佛菩萨的加持，就是动摇你的这种心，能够可以再让你做善事。所以这些恩德呢，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是过去的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福报产生的时候呢，就是会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就像闪电一样的，会有这些善的心是会出来的，但这是自然的。但是我们行止来说的话呢，有这些呢，就是必须得要延续维持，这就是修。如果我们没有延续没有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就升起了一个极大的信心，也是会退迟的。对一个上司也好，对一个传承也好，包括对自己信心是会失去的。所以这种时候需要什么呢？要有精进心，要有忍辱心，要有慈悲心，要有平等心，要有无常的观想，要有因果轮回的这些所有的业力因果，这些一切观想都是该使用的全部使用，集中所有的能力，就是要自己的精进心要提高，自己的坚定心要提高，自己要坚持不渝的这种信心是一定要提高，然后就是要坚定，这样修下去的情况下，那就会达到六度波罗蜜的完整的修持方式。
所以学这么多的主要的用意就是在这里。如果是很轻松的，只要是对佛法一产生信心，就修都是很顺利圆满的，能够可以就修完的话，那就所有的人都会修得很好，所有在整个的世界上可能都是修行人，而且都是修的都是好好的，整个的世界都可能是变成菩萨的净土。但是没有办法，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没有缘分？有缘分，所有的众生都是有不断的去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但是这个加持不知道是不是佛菩萨的加持，又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过去的缘分跟这些福报，所以有了一点点可以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的这种机会，都招不出来，都不知道，所以就是需要学，所以就是需要那个闻思修的这个过程都要经过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修的时候呢非常重要，但是这都全部都是不能脱离的。闻思修三种是不能脱离的，都需要的，都没有的情况下呢，没有办法再圆满修持啊。应当了知，拥有任何利乐之事都是佛的大悲心加持所致。无论出现病痛、苦痛、魔障等任何违缘障碍，除了祈祷三宝之外，不依靠其他解除病痛魔障的方法。假如需要采取预疗术、量解术等方法，也应了知这些都是三宝的事业，然后结束治疗等。因知一切显现都是三宝的有无，对此生起信心，并观清净。自己为了本事前往玉帝他乡市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也应当先顶礼所去方向的如来或顶礼三宝后，再开始前往。一切事处应当念修应给派一回的皈依经，真实三宝30根三根本，脉风明点自心菩提喜，本体自心大悲贪嗔中，乃至圣意菩提很皈依，或者共同成的皈依境，共同成的皈依记、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共同的皈依。那平常都是一样，我们去任何地方都是对望我们那个前方的这个诸佛菩萨。我们诸佛菩萨是任何地方都有十方三世，所以就十方是四面八方上下就有10个方向，都是没有诸佛菩萨不在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是有诸佛菩萨的。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个家里面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也是会有一种分别，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分别，人的分别那么就是门户是比较低的，然后里面是比较高的，这是高处，这里就是帮佛菩萨的，这就是我们对诸佛菩萨的一个尊敬。实际上来说到佛菩萨的位置是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平常来说到就是因为诸佛菩萨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去哪里都是顶礼诸佛菩萨。那么前面要就观想前方有佛，前方有菩萨，我们就是顶礼诸佛菩萨，然后前往呢就是诸佛菩萨的前面，然后以这样去祈祷。那么平常都是就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就是最殊胜的。然后就是呢保护我们自己，然后能够修行也好，事业也好，各个方面能够可以在顺利排除违缘的一个最殊胜的一个方式。那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圆满的修行者来说，那就可以念真实三宝33根本，妙法美等自性菩提本体自性大悲贪嗔。这些一念的时候呢，就是更加的要达到就是一个明空无别的这些道理，缘起性空的道理也好，我们本身就是佛不在外，然后都是在自己的内在当中的，
然后自己呢就一切的执着啊，一切的这些分别念都要断除，然后就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的外界世界，整个的内心众生都是没有任何不清净的东西，全部都是非常清净的一个状态，那这是一个非常殊胜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非常重要。Om